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看万世。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看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课节目。太平的日子过了一久，真容易互人失去对战争的感觉。现代万安演习，除了军警、消防、医护等等国防甲救灾人员需要动员演练以外，多数的老百姓让要完全无受到影响。工作的工作，上课的上课，毋免像过去爱赶紧去买防空盒，甲50当前的迄个戒严的年代完全无共款。防空演习的日子，我们像野兔越过操场，扑通扑通跳下防空壕。我的鼻子闻到泥土的味道，耳朵听见自己砰砰的心跳。我瞥见身旁的男孩，他是我初恋的人。我喜欢他贝壳似的大门牙。防空演习迄天，军情像兔仔，总过运动场，噼噼噗噗跳落去防空壕。我的鼻仔闻着土的味，耳仔听着家己心肝噼噗唱。我感着身躯边的查甫囡仔，伊是我的初恋，我介意伊亲像螺仔壳的头前起。本岛主报告，本岛主报告，即摆是空袭引爆演习时间，请各位老师同学按照分配所在进行避难。本岛主报告，本岛主报告。伫反共抗俄的年代，除了爱注意飞碟就伫你的身躯边以外，三不五时还佫会来一个防空演习。讲是演习，不过对囡仔人来讲，会当行出去教室，根本就是咧佚佗，而且佫是全校老师甲学生做伙算美小吹，真正是有够刺激。点点，来使讲话，后边的同学对好调。见摆警报声若响起，防空壕就是秋霞因的目标。只不过，若毋是有一大群人客做伙，
防空河可能敢若剩鸟鼠啊、甲触角鸟啊会来尔。原因是防空河挖伫蒙仔埔边啊，草啊发甲乌蒙蒙的防空河，看起来就亲像蒙仔埔同款。所以学校无互低年级的同学理防空河，因为因伫防空河内面会惊甲骂吼，也是学校附近迄片顶哪较有安打细汉囡仔的效果。好狗啊，各位同学跍落来，乖乖伫遮等，袂使乌白乱走，有听到无？有。一群囡仔固点伫骹，慢伫叶仔咧耍。阿文，你看，我做一只船啊，你要做啥？哈哈，我要做网术啊！小霞，咱来办公会啊好啊，算煮菜好无？好啊，春米，你要煮啥物？我用竹叶啊煮鱼仔汤。安尼，我用竹叶啊包土白肉粽。食肉粽配鱼仔汤，好哦。恁咧办公会啊，要煮啥物好食的？敢有要卖？好啊，我有烧肉粽加鱼仔汤，看你要买啥？我要食肉粽。我要啉鱼仔汤。哎呦！只是有时阵算甲袂记咧，即阵是咧避难，雄雄咻一声来一个小小的警告。人大家拢咧防空演习，恁即几个踮遮咧算，佮算啊遐大声，赔咧钱哦。迄是老师对竹仔丛压落来的细枝锤啊，摔落到地，嘛是会疼的。啊那中年级的防空河，就是伫游乐设施的边边角角。毋过，无胆的囡仔嘛毋敢趁机会耍，原因是惊去互无生目睭的炸弹碰着。恁大家听好真哦，袂使挖去磕空骹帮，嘛袂使行去厝流浪。啊无，炸弹若真正飞过来，会碰甲死翘翘哦。虽然讲甲真严肃，只不过老师因哪像拢无咧惊，伫遐轻松咧开讲话先。阿仔，咱来算警察啊、掠贼啊。好啊，亮爷的做警察，亮叔的做贼啦。加得石头纸，加得石头纸。较大胆的囡仔，伫游乐器材4块链顶咧算警察啊、掠贼啊，伫山堆内面起城堡，只要遵守莫挖去磕空撬帮、莫去厝流浪的规定，老师嘛袂甲人处罚。啊那高年级的避难所，就需要急行军，才赶会到蒙仔埔另外迄头的防空河。各位同学注意，即马一人挽一片竹叶，把竹叶啊含伫嘴里，爱含好调，叶啊袂当去互落去哦。细汉的时，便也经过松树的队伍，大人拢叫囡仔爱紧含一片竹叶啊。听讲魔神啊上惊竹叶啊。不过高年级的导师嘛要求手下因喙爱含竹叶啊，毋知影是啥物原因。春米，你要老师叫咱含竹叶啊，是为着要辟邪，也是要互咱的喙合咧，莫讲话。你想伤济啊，当然是辟邪。你袂记得啦哦，这个蒙仔埔进前捌发生过杀人的命案呢。当然会记得啊，我可会记，迄个时阵下课，大家拢走去拍伫墙仔顶面偷看。有警察啦！哎呦，是要惊死我哦！拍遮大力！你看，
阁有人举猪头呢。是毋是要威死人诶？哎哟，我毋敢看啦！大家拢做想要看死人的模样，但是真正好打的无半下，颠倒是看一个影生一个囝，互相拢讲甲袂输是伫命案发生的现场共款。迄个死人是查某的哦，尸体拢乌去啊，有够臭的啦！抑阁有一支较无去啊，敢若去互到遮去安尼。就伫大家热烈咧讨论命案情节的时阵，秋霞雄雄影到一个6年级的查甫囡仔，安安静静、斯斯文文伫边仔点点啊看。天公伯啊，面盘乌乌，目眉粗粗，喙唇美暗暗，有够缘投的，迄是啥啊？秋霞，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秋霞这个5年级的歹仔，一粒心肝毋知安怎，一直皮扑跳，惊互同学笑，嘛毋敢探听伊的名姓，因为伊最后顶面的名牌已经写甲卷起来啊。全体同学，请到运动场集合，做伙跳土风舞。全体同学，请到运动场集合，做伙跳土风舞。自迄天了后，秋霞就爱着团体土风舞，规个心拢咧期待会当和伊的初恋跳一支舞，要是牵一个手拢好。来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手牵手。春美，你甲阿财两个手牵好好。我才无爱牵查某的手咧。我嘛无爱牵你的手。放尿毋知有洗手无？互你摇着，阿财放尿拢无会洗手。哎哟，够残过诶！春美，你用这支草甲伊牵。虽然迄时阵查甫的甲查某的跳舞，拢是透过一支草来牵手，毋过秋霞也是非常期待会当和伊牵手，只不过总是定讲句。秋霞，你甲阿文手牵好好。草啊，叫我好啦。毋过无鱼虾嘛好，逐工早起的升旗典礼，因迄班拄好倚伫秋霞即班的正手边，就算目睭味甲强要炭通，秋霞的心内也是甜蜜蜜，而且愈看愈介意。虽然犹原毋知影伊叫啥物名。
做伙来去便所。好啊，有一摆，经过因迄班的走廊，是伊敢若咧看我。秋霞，秋霞，你是安怎啦？面哪会遐红？无爽快哟？无啦，我只是雄雄感觉会喘。会喘？爱陪你去保健室无？免啦，等一下就好啊。拄则，伊敢是咧看我，或者是我的错觉？秋霞紧吞一个喙烂，硬甲险险啊跳出来的心吞落去。动作较紧嘞，后壁对后调。迄天水雷声又搁响起，4个防空盒拄好前4个班级。老师敢若顾甲学生囡仔赶入去phòng空内面，也无分班。毋过，大家喙内拢甘滴叶啊，所以嘛无人抗议。大家点点坐落来，袂使黑白乱走，听候老师喊声才会当行动，知无？伫香港的防空演习过程中，每一个人拢安安静静，亲像一粒一粒的石头，点点屈伫防空盒内面。因为大家坐相晏，互相听会到喘气的声，嘛闻会到淡薄臭汗酸味。打定掉落来，秋霞忽然间发现坐伫伊边仔的人，竟然是伊喜欢的迄个查甫囡仔。害啊啦！我的初恋即阵坐伫我的身躯边，但要安怎？这是秋霞甲伊第一摆的接触，虽然是骹接拼对骹接拼，但是天啊！秋霞的心肝头皮扑彩，骹手冷吱吱，面啊烧红红，规身躯软格格。伊敢知影我是啥人？伊敢有介意我？啊！伊敢会去嫌我的目睭伤细蕊？毋知伊有女朋友也无？伊敢会？好啊好啊，紧报解除啊，会当离开防空盒啊！大家排队豆豆啊行出去，较细粒的，毋通滑倒哦。秋霞，行，咱来去福利社买鸡仔冰。好啊，行。哎哟，时间哪会遐尼短？这是秋霞这世人感觉时间上短的防空演习。唉，什么代志都无发生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防空演习》是由林秋霞原作，大家书编剧，洪秀芬台语校正，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秋霞、林怡轩演出，春美、叶怡欣演出，阿财、陈义如演出，阿文、苏胜武演出，训导主任吴建东演出。老师朱金峰、林静玲、吴义官、吴家琪、韩浩辉演出。
今仔日的暖暖专门客节目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的收听。你若听了有欢喜有感动，欢迎你上咱专门客电台网站，甲咱留言，或者是写一份简单的问卷。只要有写问卷，就会当参加抽奖活动。咱要伫3月31号抽出10位幸运的好朋友，分别赠送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3合院，或者是含这张老歌新唱的专辑，请大家把握最后一摆抽奖的机会。咱电台网站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， 欢迎大家来写文卷、抽绘本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